又閣傳出有一貫道的道親去中國，結果互人拘留的代誌。海基會表示，有3位道親去中國，結果煞無緣無故就去互當局限制人身自由，而且為2019年到呾，是已經有19個台灣人攏因為宗教因素，佇咧中國互人拘禁。還有台灣一貫道信徒去中國互拘禁，海基會秘書長羅文嘉指出，有3位道親分別去福建、廣東，煞予對方以不明理由限制人身自由。中國也無向咱國通報。陸委會副主委劉文傑23出席活動，也做出回應。目前還是在拘留中嘛，那我們也希望說，對面不要再對我們一貫道的道親做出這樣無理的拘禁或是搜捕。在中共眼裡看來，所謂的一貫道在他們看來就是邪教。根據海基會統計，自2019年到呾，累計有17個個案，有19個咱國民眾因為宗教的原因，定着國互拘禁。高於一貫道上濟有13案14人。對此，劉文傑示警，一貫道互中國看作是邪教，海基會也呼籲一貫道信徒唔通去中國。中國對於言論的自由、政治的自由、宗教的自由都有很多的限制。每個地區都有它特殊的文化跟宗教習慣，出國交流旅遊、入境隨俗非常的重要。海基會的當務之急是可以盡快的透過管道了解這3位道親遭到拘留的原因。李干秀呼籲政府賠償咱國民眾互拘禁的原因，盡速協助因轉來。5派也認為中國執法無穩定，會發生無法度預期的風險。只要說他認為有一點風吹草動，尤其是像宗教這樣子，有可能會對於他共產黨的統治帶來相當程度的一個權威的動搖的活動，他就會採取非常嚴厲的措施。學者觀察，中共反對宗教同權群體的能力，恐驚顛覆政權，所以長期以來打壓迫害宗教的自由，就處中國政權。記者綜合報道。